深口热会当讲是台东上界大的盛会，就是台东热气球嘉年华。去年请超过90万人次来看，今年已经是第10档啊。台东县政府特别规划，为本来45天延长做51天。活动本地是为6月底开始，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县政府即马决定要延2礼拜，到新历7月11才正式开幕，保证要让大家喜欢的造型球绝对拢看得到。 伫咧看蒙蒙、平坦坦的平洋，色彩青笑的热气球豆豆啊撑起来。这个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是暑假花东地区上夯的活动。伫咧去年就请超过90万的人次，嘛来带动这个边的旅游业，含遐带商业者，互经济规个拢挂水起来。还过来入选全球10大热气球的活动。这个活动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，从原本的45天要甲延长到51天，只是讲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。 规个计划就拢绕去，因为这个各级的学校延后开学，考虑到讲这个热气球是亲子甲学生上爱的活动，所摆嘛研究讲要来甲这个活动延后。原本是定伫个6月27到8月16要来举办，即马要甲延后2礼拜，从7月11到8月30，同款是依期51天无救水。国外的造型球都。 刚开始都已经前半部都已经摇钱好了，那变成说我们这样变动的时间，的确我们要去赶快去联系跟调整。在鹿野高台，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所以就算是疫情没有趋缓，也欢迎大家来到台东，因为我台东就是有非常棒的一个空气跟环境。县政府今年嘛特别自费来打造一粒造型气球，不过伊的外观到底是生做什么款？县政府要是喙较目过美态，不二个若是现身的时阵，一定保证会互大家真惊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